仲諗緊低息環境可以持續。你知唔知道加息就快殺埋身呢？咁喺新嘅聯儲局主席上任之後啦，佢已經唔再扮話要減息啦。依家市場甚至預期啊，美國最多會喺下半年加3次息。咁喺聯繫匯率底下啦，香港咧就好大機會喺下半年跟隨美國加息。咁作為香港嘅投資者咧，喺加息週期裡面咧，應該點樣去調整翻自己嘅投資組合，保障翻個財富呢？大家好啊，我係阿 Ken。今日啦，我會用我喺銀行研究咗外匯同利率10幾年嘅經驗，同大家講下香港到底幾時會真係加息。跟住咧，我會講下喺加息週期底下，香港經濟啊邊一部分會最受到影響。最後啦，我就會講下作為一個散戶投資者啦，應該點樣部署去自救呢？好，第一部分我哋先講下香港真係幾時會加息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喺聯繫匯率底下，香港就冇獨立嘅貨幣政策，香港嘅利率就係跟隨翻美國嘅。咁所以而家最重要嘅問題就係當美國真係加息嘅時候啦，幾時會傳導到香港嘅市場呢？咁首先要講啦，加息係指邊一個利率指標先？咁一般嚟講啦，香港就主要有2個利率指標嘅，一個就係最優惠利率 Prime Rate 啦，另一個就係銀行同業拆息 HIBOR。咁前者 P 息率啦，就係指香港銀行啊對信貸質素最高客戶提供嗰個借貸利率。咁呢個利率咧就完全係銀行嘅商業決定。咁當聯儲局決定加息之後啦，通常咧喺下一個工作天，香港嘅銀行就會即時公佈最優惠利率會唔會跟隨上調。咁但係由於啦最優惠利率咧已經去到聯儲局零息時代最低嘅水平5厘。咁所以喺舊年12月聯儲局減息之後咧，香港銀行已經冇再跟隨聯儲局去進一步減呢個 P rate 啦。咁當而家最優惠利率已經去到歷史嘅底部啦，下一次聯儲局加息嘅時候啦，咁香港啲銀行其實就有條件唔即時跟隨加息嘅。咁下一次聯儲局加息啦，香港銀行係咪會一定唔跟隨加息呢？咁我覺得又未必喎，因為而家睇翻咧個樓市其實就已經上翻去啦。信貸需求只要唔係話太疲弱嘅時候啊，我覺得銀行裡面啦會根據翻個流動性，可能先加1%厘試一試個水溫嘅，睇個信貸需求會唔會有好大打擊。咁至於銀行同業拆息 HIBOR 啦，主要就睇翻香港銀行體系裡面有幾多嘅流動性。咁衡量翻銀行體系裡面嘅港元流動性，我哋通常就會用銀行體系結餘呢個指標。咁呢個指標咧，簡單啲嚟講就係香港銀行間與銀行之間啊，佢哋裡面個系統仲有幾多錢剩低。咁如果話好多資金啦，銀行裡面水浸啊，銀行之間就會爭相借錢出去啦，令到個利率下調。咁相反啦，如果唔夠資金好缺水嘅時候，利率咪自然會上升咯。咁而家銀行體系結餘啦，已經由歷史最高峰4500幾億啊，跌到得翻去低位大概540億左右。所以銀行流動性嘅水位啊，已經去到一個歷史性嘅警戒水平。咁只要喺外匯市場有風吹草動啦，當港元跌到7.85呢個水平啦，咁金管局就會入市干預啦，買入港元，捍衛翻個聯繫匯率。咁佢就會化身成為一個吸塵機啦，將銀行間一啲港元流動性吸入去自己個夾萬，咁令到港元流動性又減少。咁銀行見唔夠錢啦，個資金池出現乾旱，咁咪會跟隨翻去加息咯。咁所以似乎啦，美國加息咧，其實都會好快傳導到去港元個市場，因為而家港元都已經喺7.84左右嘅水平啦，一下子其實好快就可以去到7.85㗎啦。咁而港元流動性迅速收緊啦，香港個銀行之間咧喺個拆借市場就會即時調高個利率。咁如果唔係好明白聯繫匯率嘅操作啦，可以睇翻我之前嘅一啲影片。咁而家市場預期咧，聯儲局大致喺第4季左右時間就會加息㗎啦。咁所以年內啦，香港加息嘅機會其實都相當之高。咁第二部分啦，我哋講下當喺加息週期底下啦，香港嘅經濟同埋話投資啊，喺邊部分係會最受到影響呢？咁當加息殺埋身咧，香港個經濟就必然受到打擊嘅。咁好直接去理解啦。咁加息其實係貨幣政策收緊嘅工具。咁當個利率上升啦，資金成本越高啦，咁你投資其實個收益就會減少嘅，咁就會降低投資嘅意欲，令到個經濟收縮。
咁香港經濟方面呢，我覺得主要可以從兩個渠道去理解。咁第一部分呢，就係個房地產嘅板塊啦。咁香港嘅經濟呢，其實係極度受到房地產嘅週期所影響。咁雖然房地產相關嘅行業只係佔香港嘅 GDP 10零個%左右啦，但係實際上對香港經濟嘅影響可以話舉足輕重，差唔多佔咗40至50%嘅。咁因為香港就用一啲高地價嘅政策啦，所以房地產週期下跌嘅時候香港嘅賣地收入印花稅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咁加上香港嘅銀行同埋金融業都非常之依賴房地產按揭嗰個生意。咁而且好多香港人都將成副身家放咗喺層樓上面。咁所以當樓價下跌嗰個財富效應對消費嘅打擊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疫情之後聯儲局為咗打擊通脹將利率維持喺高水平一段更長嘅時間咁同時中國嘅經濟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就出現下行嘅跡象。香港嘅經濟就遭受一個極具破壞性嘅影響啦。咁而家大陸嘅復甦經濟都唔係話好穩固。咁雖然香港嘅房地產價格就已經回升翻去近年高位啦，但係商業房地產仍然弱不禁風啊。咁由於零售市道都相當疲弱香港仍然周圍都可以見到吉鋪。咁所以當利率掉頭上升好多中小企甚至話依賴房地產嘅大型企業都會頂唔住。咁所以小心啦，實體經濟會再差過。咁就算你話AI 產業帶動外貿上升咁實際上市民身同感受體驗到個經濟狀況會比 GDP 數字顯示出更加弱嘅。咁第二點就係消費方面近年來北上消費都成為一個潮流。咁雖然港元同美元掛鈎一大部分嘅匯率風險就俾聯繫匯率吸收咗。但如果美國加息可以帶動到美元強勢港元亦都會水漲船高。咁所以當港元對人民幣升值又或者對其他亞洲貨幣升值都好到期時北上消費又平咗，外遊消費又覺得好抵玩咁只係會令到香港人越嚟越唔留喺香港市內消費。咁所以對本地嘅消費又會造成一重打擊。咁所以強港元就代表弱嘅本土消費。美國加息如果帶動到美元強勢可以話對香港嘅經濟帶嚟一個雙重嘅打擊。咁到期時消費又進一步轉弱對香港嘅商鋪估值又造成打擊。咁可以話形成一個死亡嘅漩渦。咁加息週期即將殺到想研究各類可以抵禦到加息嘅資產咁我推薦大家使用 OneUpTake AI。咁只需要打入資產嘅名稱或者代碼，咁就可以一個界面睇晒入市位同出貨位、市場情緒同埋話風險因素。咁而家使用留言區嘅連結登記可以即時免費試用，首次訂閱更加有8折嘅優惠。咁我哋嚟到最後一部分就睇下香港嘅散戶點樣可以自救部署。咁既然加息週期呢啲宏觀大勢我哋就改變唔到啦。咁作為一個散戶嘅投資者，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保障翻自己個荷包呢？咁我建議大家可以用3招嘅加息防身術。咁第一招就係避開利率敏感嘅房地產同埋話長債。咁加息週期殺到對利率最敏感嘅房地產板塊個影響當然係最大啦。咁我哋做嘅 mortgage 按揭貸款嘅支出就會直線上升。咁到期時供又貴過租嘅時候好多用家就會選擇走去租樓。咁個樓價就自然缺乏承接，就出現下跌嘅情況。咁所以要避開同房地產有關嘅板塊。咁資產市場亦都有一條鐵律就係當加息週期底下，債價就會下跌。咁債券就係一個固定收益工具即係話每隔一段固定嘅時間債券嘅發行商就會派發定額嘅債息。咁當利率上升嘅時候做定存都有4至5厘大家就唔會走去追捧買啲比較高息嘅債券。咁又或者佢哋要求有一個更加嘅高息先至會有人買呢啲債券。咁所以高風險嘅債券個債價就自然下跌，令到收益率就上升翻啦。咁同樣道理如果你持有呢啲高收益率嘅債券基金或者股票基金都好到期時呢啲投資產品嘅價格就會下跌，就面臨一個帳面上面嘅損失。咁第二點假如大家手頭上面都有層樓嚟自住仲供緊樓但係而家又唔會賣走層樓嘅話，咁可以點樣做呢？咁我覺得可以留一筆錢放入去高息按揭存款戶口，即係 mortgage link 嘅戶口啦。
咁因為佢哋個高息存款咧，其實就係同按揭利率掛鈎嘅，可以對沖翻按揭利率上升個風險。咁最後一招啦，我就覺得可以分批去做一個定期。既然我哋都預測啦，港元嘅利率可以喺美國加息之後嘅1個月迅速上升啦，所以而家咧就唔好見住一啲話長息比較高啦，就鎖死一啲資金喺一啲長期嘅定期存款裏面，譬如話1年嘅定期存款啦，咁可以將資金分為幾份啦，分別做1個月3個月6個月咁樣啦。咁因為當加息完之後咧，其實個利率預期可以迅速攀升嘅。咁當一啲短期譬如話1個月嘅定期存款就已經到期啦，到期時可能就可以滾存到一個更高嘅定期存款嘅回報，咁可以保障到高嘅資金流動性啦，亦都唔會錯過咗加息週期啦，利率逐步攀升帶嚟嗰個回報。咁最後啦，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嘅內容有啲用，想要翻份碌屎啦，慢慢去研究嘅話啦，咁可以喺留言區揾到條連結，通過 WhatsApp 登記外匯策略啦。咁我哋會喺影片發布1至2個星期之後啦，將份碌屎 send 翻俾大家。咁大家最後亦都記住 like 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對 OneUpTake AI 投資工具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快啲登記。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